1800米級賽準備起步。好，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嗰隻龍龍威少少失咗平衡啊，暫時喺尾嘅。咁出得快啲咧，子駒應聲彈出㗎。咁內檔隻海西咧，話手前咗好多啊。中間咧仲有隻巴巴雷克啊。咁然之後咧，雙倍勝都幾前下喎。咁出邊反而大夫大王嚇，你唔係放頭就捉住㗎咋。咁啊搞到出邊嗰個再度遇見啊，頂埋出去4碟添。然之後旗艦縮咗埋內檔嘅尾3啦，尾2咧就皇家冠軍，包緊尾咧就起步稍稍失咗平衡嘅龍龍威啊。好啦，跑咗大約400米到啦，前邊隻子駒咧暫時帶多少出嚟嘅，海西貼欄就跟住佢啊，咁喺外碟有啲少少搶口呢巴巴雷克，咁跟住嘅馬啦先見到個大夫大王啦，佢埋咗嚟2碟喎，拍咗內檔咧仲有雙倍勝嘅，咁再跟住個馬咧仲喺度鬥撞啊，皇家冠軍啦同隻再度遇見都撞咗幾下噶啦，尾2咧就有啲旗艦嚟嘅，包緊尾仲係龍龍威，咁啊頭尾馬距離咧講緊好近嘅啫，5個馬位度啊，好啦一路轉緊彎嘅時候啦，見到1000米牌啦，帶緊頭咧仲係咧就子駒單騎帶到出嚟嘅，大夫大王呢個時候捉唔住啦，上嚟怕佢啊，咁啊守住第3位咧，暫時喺中間啊巴巴雷克啦，咁啊結果咧再度遇見依家已經走咗上去咯，咁內檔咧仲有隻海西㗎，咁再跟住個馬咧仲有就皇家冠軍啦，咁啊雙倍勝落翻尾2啊，包緊尾嘅馬咧仲有咧就龍龍威啦同埋旗艦一對啦，一路轉緊彎啦，大概600米就翻到終點㗎啦，咁帶緊頭咧就大夫大王外碟帶出咗多少啦，呢度埋到嚟添啦，守住第2位仲係子駒，咁啊相對係第3位就你再度遇見啦，貼欄第4就海西嘅，然之後啦仲有就巴巴雷克啦，咁啊再跟住皇家冠軍啦，旗艦就喺外檔上啦，嘛包咗落尾嗰隊咧變咗係龍龍威咧同埋雙倍勝啦，入到嚟就300米範圍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大夫大王咧走得好順喎，咁啊後邊上緊嚟嘅馬咧就海西啦，中間咧再度遇見用嗰力就唔多啦，內檔係子駒嚟嘅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前面咧仲係大夫大王2個馬位前面啦，追住佢就海西大個當上嚟隻旗艦，呢場賽事果然係特別利霍麗妍嘅，個樽第1名嘅大夫大王嘅第2名海西，第3名咧睇下再度遇見啦旗艦啊呢啲馬影相啦，哦結果咧就全馬唔贏，又係咁樣就贏呢場啊！大夫大王啊，又俾佢放得順啊！其實早段都唔係咁中意佢啊，點解唔走？好在佢中段都走翻上嚟，咪就話咯，中段邊隻走啊，邊隻贏？海西又係第2嘅，咁啊第3隻再度遇見又打翻上嚟喎，睇下同隻旗艦啦，同埋隻子駒一齊啊！旗艦我唔係好中意留得太後呢場，再度遇見第3啦，第4似乎係子駒添啊！子駒都捱到第4。